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每一年嘅3、4月之间，喺屏东有一项专门属于后生人嘅大事情。有一群长满18岁嘅后生人，爱爬登10公斤以上嘅背包，骑上屏东嘅最高峰，海拔3090公尺嘅太武山，先过佢到已經10年，也就是太武山10年里。屏东县政府从1998年开始，每一年举办太武山10年里，本后生人用刻山认识自家生长嘅土地，学习尊重环境，到今年已經係第10年呢。當到這樣時，上山嘅後生人以下都係30歲嘅。對佢哋來講，太武山10年里唔單止係挑戰體能去刻一座高山，也就發通對佢哋後生嘅生命有很較深遠嘅影響。今日節目一開始，記者張飛儀、劉志偉文就要帶去感受太武山10年里嘅意義。我听啊。你的手在？在发抖。来，面向墙壁，抓着绳子。一片係淡淡嘅手錶，另外一片係沉洞洞嘅辦公，實在本人看到腳就會軟踢。唔過就愛扭下索嘅，是外邊較踩到嘅，就天粗粗地行過去。一啲後生人愛去上去屏東千公里山太武山，也就係太武山10年里嘅主要考場。快到了，快到了！这座山的困难度真的很高，对，但是是值得的。雖然去到鬼神奶滾滾呢，不過去到山頂高，看那過去鬼太平嘅雲海，還有其他3000公尺以上嘅高山，老千年鐵參拿，所有嘅人都聽到驚險動得。爬梯團愈野團的啦，愈大武池都三國點野團的最近發最鬧。雖然呢有建築林嘛，個路個好多林線兩片，有他們腳踏兩棟啊，台東同屏東。今天來到你的面前，是大武山成年禮第10屆全體工作同仁和學員，以及您的指名中嘉賓。過去10年，我們年復一年來到您的面前，因為他們勇於將偉大的夢想付諸實現。60個太武山10年里嘅後人，喺太武山山神面前顯示，未見過佢哋已經10年嘅。第1998年起始，屏東縣政府當年都會舉辦太武山10年里嘅活動，帶動長滿18歲嘅後生人，騎上野草本屏東人看作係阿美嘅太武山，到今年已經係第10屆咧。那透過這個登山的過程，我們並不是要去征服一座高山，我們是希望說，讓我們的年輕人了解自然的偉大。那我們不是要去挑戰它，而是了解說，我們的生命在它的護育之下，我們是要如何的去珍惜。10年來，太武山10年里天天也變做屏東嘅代表性活動，參加嘅人數第一開始嘅43，到也下搶去報名就超過123人。唔但搶去屏東子弟，也按多年來連外地嘅人ทั้ง到名上也來參加。太武山10年里盼到今年就90重年嘅，第天年就擔任兩歲嘅古詩名，也10年來忙實開始過。差唔多10年咯。10年用嘿，大概用轉來吼，大概一山當轉來就會吊起來，晾開來，讓它可以通風。它就做唔得洗一拜都催化掉了，越洗越退化，所以說基本上是沒洗的。我去上太武山是冇按過喲，故事面講，水推、頭燈、水葉、老太背包，也都登山裝批，小一項都做唔得。我上山大山人都會把登10公斤以上嘅太背包。你係乜嘅？就係山神4名，山神嘅4名。名嘅名？神靈啊。張手結完登山裝批，故事面有啲數虧度，拿出一串串嘅石頭拍鏈，佢講也係10年來參加太武山10年里嘅戰利品。大家來參加太武山10年里嘅人，最去到山頂高就做得去到太武山神面前，加書山神書嘅名，
卡到沙头红嘅名嘅，唔但唱係一種容易嘅象徵，還卡有紀念嘅價值。你係從幾歲開始參加嘅？可能27、28歲啊開始，10年咯，37、27歲開始。古思明係空軍基地嘅維修員，當年佢就為了6年排到10年裡發動體驗，實擔任玉山國家公園投籃志工嘅嘢，不但就對山拿體片有興趣，佢知道可能上漲嘅係台北山城書本佢嘅名嘅，咪係神拿。你有差唔多7、8個學員，好，把同地嘅，不管梵天嘅、自然嘅，好土地嘅、人文嘅東西。歷史嘅東西都會同學生嚟講，最其中就係同學生嚟講，10年以後會做乜嘅？對社會有乜嘅責任，對自家有乜嘅責任。我去從太武山等至少要花3年嘅時間，除咗認識生態，一路向種種困難，都考驗等所有之間相幫相挺嘅合作精神。看到學員無語無論，相互傾訴嘅情感。古思明講，也就係本期情感痛嘅部分，咩係佢好參加太武山10年裡嘅主要原因。因為啲東西哦，真有感情，但係我真多時間會同人互動，所以講呢個部分咩係真吸引我的地方。那現在慢慢可以看到電視上跟各方面啊，越來越多人在做這些部分的活動。那我們期待的就是這些年輕人以後也可以接下去。來，歡迎光臨。西門嘅多等主角係款太寧下嘅楊百慶，係亞健主角店嘅頭家子，佢係太武山10年裡第2屆嘅學員。因為學校攏會掂啊，睇學校看到，其實要考北山，我想講，太武山咧，咁我哋北空看啊，北山本太寧家嘅想法一定會好多好嘅啦，其實總比你睇到假大天都教育會冇嗰個好啊。也係幾有時你嘅相片，你參加相片啊？係啊，第2屆啊，係啊。喺出發之前幾個啊？呀，下山咧，冇看全內咩？上面冇寫信咧。一開始係因為好教來報名參加太武山10年裡，冇想到18嘅經驗變做佢一生人東南強標題嘅震撼教育。拿出一種種相片，楊百慶見面見講，太武山10年裡除咗3日2夜嘅開山歌唱，也本佢第一擺發現，原來家鄉係安江。過後，楊百慶考到專業嘅鄉土執照，都轉去參加太武山10年裡，帶等行卡到嘅後生人發現太武山之美。因為本身就向導嘛，導高一點對山嘅認識啦。從來喺本面在國語做些都變成做廚房嘅，還有伙食組、事情組嘅，本身廚師嘛，錯啊。所以煮菜必然是。楊百慶講，太武山10年裡除咗係一個後生人成個10年嘅儀式之外，行卡重要嘅意義係教育啲後生人尊重自然生態。太武山豐富原始嘅景觀係親好嘅教材。可能就是日常生活水不要那麼浪費啊，還是說種樹苗啊，生活之類的東西。你會去跟人家講這樣的觀念嗎？不會呢，人家講聽不懂啊。那你怎麼去傳播這樣的觀念呢？讓他們去參加成年禮啊。喺講到太武山10年裡，就看得到楊百慶冇做到像有講樣嘅。佢講也聽錯係佢一生人親難聽標題嘅回憶，因為太武山10年裡本期體驗嘅當到好高地度冇搞過嘅事情。超美！
第一摆去到可以拍将近3000公尺嘅高山，世界一枪就伫自家嘅腳底下，一群好嘢，你唔係聽到火火輕輕。2004年，陳秀麗也是有強勇嘅感動。因為貴生人啊，有冇可能講有機會，可能朋友啦，或上一初山，啊，因為有一個經驗，啊，我都明到講，一方面親手，啊，一方面我剛剛講也真幸運，因為有一個節目，所以我能有機會去上一初山。雖然18歲早就高鐵了，不過啲傳播公司是投入嘅陳秀麗，加上製作節目嘅機會，參加2004年第7屆嘅太湖山10年禮，同時用鏡頭記錄下所有嘅感動。想到3年前去嘅太湖山，陳秀麗見講嘅樣時真實躲唔掉，因為佢唔單止愛開山，還負責攝影、採訪嘅工作。佢下擺佢都想幫他產業多轉去，冇愛再過開上去山檔。一初山真是冇人容易行，體力的關係，所以我感覺真是親上不容易。不過又有普遍的經驗提嘅，所以你之後行到迷路，看到人的腳樣緊行，也唔得講前面還有一樣。前面佢還係堅持到底，成功開上太湖山檔，還拿到山神書嘅名誒。雖然缺驗入嘅，不過佢自己沒發現，再堅持天操作為到。杜峰係出到係山腳，其實一旦講也係啲緣分，唔可能你緣分係出到某個東西，也會對人有意義。因為我係客家人，啊，我哋客家人就係有機會嚟講牛強出世，啊，我代表客家人上一座山，啊，希望講將一座山同一個發通嘅意義帶俾全國嘅觀眾朋友、全國嘅客家人看。雖然大埔都行到當辛苦，不過透過鏡頭，陳秀麗帶領觀眾見證嘅10年嚟嘅感動。無論係啲山峰看到雲海倒影，也係一對好人相互加油鼓勵嘅用嘅，就本佢知道行野轉馬街卡辛苦都懂得咧。因為8月初山，我看到一定嘅團結，係他今年來自各地分批地各個社隊，啊，你都看得到講，一定攏唔熟悉，但係。你因為8月初山，一定變咧講，他今年攏改好清唱錄卡人樣嘅。雖然講我冇睇嘅參與定18歲嘅年強，但係我有參與，我都感覺真是親切的。也對人來講係18歲嘅回憶，但係對我來講咧係2004年嘅一個青春有嘅回憶。喺副院長總嘉賓嘅帶領下，老太湖山神講出感謝嘅詩詞，大家好言還會對山神行太禮，表示親國嘅敬意。2007年第10屆太湖山神年禮宣告結束嘅。我是講某一個活動，可能因為聲音咧好大天同啊大天咁樣啊，變你講對環境嗰時候去參加都太自然啦。太湖山10年禮10年咧，18歲學生咧，本自家一個機會做到無同樣嘅事情。希望我在8月初3嘅話有機會，我會想再上去。太湖山係屏東前國嘅山，咩排灣族到路開錯嘅新山，係本屏東平陽草原嘅滋養，咩係文化發展嘅阿美山。太湖山10年禮本屏東子弟，已經認識自家家鄉嘅機會，了解大自然嘅獎，進一步地質通下一片土地。也咪係太湖山10年禮所愛傳達嘅精神，老生命態度。10年來，太湖山10年禮家人困難嘅開山過程，本後生人學到為克服困難、勞團結合作嘅精神，進一步搞記得認同自家嘅家鄉、老文化。
也係種用客山作為成年禮嘅模式，也成功打出嚟屏東嘅名聲，成為當地體育嘅文化活動，甚至有日本人等報名來參加。當然，假使早就已經滿18歲嘅，假使唔係屏東人，同樣也做得來參加一隻活動。想我親身體驗，高聽人記得留屏東縣政府來聯絡。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创办中小企业网络大学校，提供资讯科技学院、行销流通学院、综合知识学院、财务融通学院，丰富的课程等着你来挖宝，开启学习新世界，创造企业新价值。网址 www.smeelearning.org.tw。台中市係一個好老莊，相信當地人都會同意。唔過唔指望台中市嘅開發留客家人親有關係。照考記早啲300年前清朝康熙年間，就有客家人到以下台中市嘅南屯區落腳開發，建立嚟歡迎開發台灣最早嘅2隻莊頭。只唔過一2隻莊頭，一隻已經因為都市開發冇體力，只剩下隋代起落。隋代唔單止見證了客家人開發台中嘅歷史，也係台中市最古老嘅傳統莊頭。不過一隻新嘅開發計劃，一隻歷史景點差一點就要冇體力。下來幾隻站屬員老鳳岩山就係強強下來，搶救隋代起落。從查來來去去嘅台中市環狀路專業一條冇乜嘅大眼嘅石紅兒，聽人彎彎嘅石路時差52分鐘，看到嘅景色就完全冇強弱。了位嘅路樹兒東東未談唔到超人嘅茶兒上，也係為在台中市南屯區嘅隋代起落。完了之後就會溢出來啊，這樣以前是因為在溝渠旁邊它有石墩啊，透過那個水箭導水，這樣一直延綿不動，這樣咚咚。這隻看起來老空橋板東牆嘅中美公區就按照隋代，聽講隋代這隻地名就係按用而來嘅。跳擺這隻地方雖然東江米量豐富，人口未東多，其民是利用剛剛原理用水來打隋代，唔是用人工製造的種米。去研究咧，外地人就很了解按照隋代。如果人丁不旺的話，你用人工舂米就好。啊，再來，如果米糧不豐富，也用人工舂米。所以水堆這個設施，如果所在地啊，通常代表那個家戶人丁還有米糧都很旺。像我們進來這邊的時候，第一個迎賓樹哈，啊進來這邊還有左右都有窗戶門。像這個巷道啊，它不到3公尺寬，所以它只要外人進來，像這樣有腳步聲啊，我們族親就可以透過這個窗戶啊，可以窺探，誒，是不是我們自己的族親？這條合拍嘅紅兒做得看出來係一條風味輕嘅起落，睇咗3000平嘅隋代起落，算係台中市南屯區全片里第8年，係台中市最早開發嘅莊頭之一。睇咗300年前，清朝康熙皇帝嘅武將劉元義帶領家族來台灣開發，就帶到隋代。隋代起落嘅中心就係六堡公堂，按照孫繼通，主要係希望後代子孫做得像屬嘅嘅強壯，代代相傳。隋代唔單止係台中市歷史最久嘅傳統起落，還係目前保存最完整嘅客家莊頭。因為第10月、12、13。這4代人誒公媽牌內底，媽攏是女人就是查某誒嘛，這邊就是客家嘅皇帝。哦，客家，你在下那個。對。台灣人、閩南人是寫媽。唔可能係呢，也個神族也拜祀嘅方式，我中間係祖先牌位，隔壁係神明嘅牌位，也係呢客家嘅祖先呢特別嘅拜法。但係有一點就係講。因為佢按久以來，從久以來，因為古老化了哈，所以佢咧天公爐嘅拜祀方式就慢慢同佢哋客家人冇共用嘅。唔單止係天公爐嘅拜法變出嚟，隋代嘅居民們唔曉講客話，
东岛6户嘅子孙含唔止自家係客家人，伝統認為自家係傳統嘅福隆人。從60歲嘅劉水鳳就開始做默默嘅相信自家係客家人。因為我阿公台灣話，我算嘛是攏講台灣講啊真標準啊，客話我聽，攏聽無，嘛袂曉講啊，那有可能講想講，咱家是客人的祖孫。台中市不要以為沒有客家人，南屯啊、北屯、西屯啊，尤其很多大的家族，張廖家族、張氏家族、劉姓的家族，很多其實都是客家人，還有漳州啊、少安啦、福建永定啦，對不對？這些其實都是客家底的。但到福隆人下到嘅位數，客家人本福佬化咪係當平常嘅事情。客家人喺台中市嘅開發時，大家咪天天嘅唔記得咧。呢幾年隨着居民喺地方文史工作者嘅提速之下，就慢慢睇人祖先留下來嘅評價，遷到自家嘅念頭。看到這個個即文史嘅北講南靖是屬於客人，阮嘅公阿媽伊是寫啥物迄個儒人，伊這就是屬於客人嘅寫法安尼咱才知影咱原來就是客家人嘅後代。喺隋代設落父權，限住熱州為首，橋名按照三地方咪係客人開發嘅。到隋代設落嘅劉英義家族，差唔多係強州書簡來到台灣嘅王平族家族，住地兩位落腳。不過兩下兩片差唔多都變做太lâu，冇從隋代保順到安灣郡。我們彭杰公，我們當初他來台灣的時候，是在清朝來平定我們就所謂的大肚山的那個番亂。那後來平亂以後，他們就跟着我們的總兵，他們3個人就已經就駐紮在這個地方。發現我們南土這是一片沃土嘛，他們就在這邊駐軍正番，在那邊整頓開墾。今嘛這個島呀，頭前迄島嘛，伊就較早後住佇遮嘛，這內底是土埆厝啊，後邊邊啊再用迄個阿摩頭蓋起來啊，用阿摩頭抹啊。呢件鳳體嘅老佛坊有200年嘅歷史咧，其實見證王平族家族喺台中市嘅開發，不過呢下乜嘅都看唔到咧。省政府的辦公區在台中市設了黎明辦公區，這個開發案就把三錯里原來田園風光就有一些改變了。之後呢，又加上黎明路拓寬，還有最主要是隔壁7期重劃區的一個設計，所以使得郊區的這個三錯里啊，很快速的就是這個高樓大廈林立了。第三地步從安陽呢嘅傳統建築傳到冇見到咧，一下看到嘅都係太lâu。現在也要追溯到這歷史來講，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損失嘛。當然我們在我們心理上我們是很感到可惜。但是沒有辦法，因為當初沒有去申請保留，然後為了地方的繁榮，我這個去做重劃。55歲嘅王群忠到呢幾年暫確定自家係客人，呢下上嚟簽自家嘅念頭，不過羅總頭早到半拆體咧。佢當威脅現代化嘅建設為地方帶來發展，不過未留祖先開發嘅威脅強下帶走。但到隋代提起嘅6戶子孫未同煩惱或有強用嘅人命。時速300公里嘅台灣高鐵今年正月正式通車，台中烏日站嘅設立雖然本父權嘅體系大家，日本隋代兩隻當有歷史文化意義嘅傳統總頭，才點樣做本拆體。所以對這個地方這一小塊，如果也能夠納入休閒專區的規劃，是非常好的。可是不要被現代化或者是類似8大行業的那一種特色佔據了。反而是這一塊把它保存起來，做成閩客的文化園區，讓在都會區裡面還保有這一塊傳統文化的一個特色。為了倡導高鐵烏日站帶來嘅雙機帶動地方嘅繁榮和發展，台中市政府喺台中高鐵體系順頭規劃了248公頃嘅全南休閒專區，範圍差唔多係寬中路嘅4片，中快速道路嘅東片，烏日舊廠嘅北片，因為當有開發嘅價值，隋代體系未本法的全南休閒專區嘅開發案地圖。我們現在正後方就是整個鎮南休閒專業區，總共佔地是148公頃。這個專區裡面有3大聚落，第一個水堆莊，正平莊，這邊還有一個下牛仔埔莊。
像悠悠嘅水田地图有加建传统嘅落户嘅，老客人嘅材料係完全冇共用。你如果从台中火车站，可能花15分钟、20分钟就可以来到这个很有田园风貌的感觉。不过，国贸结构按用人嘅农村建设，讲讲会看唔到咧。就推动市政府嘅规划，全南休闲专区为开发做娱乐山，为咗休闲娱乐韩国酒店、天堂暗区掠到人工嘅百态红业。自南专区目前是农业区因为它非常靠近高铁车站，乌日站高铁的乌日站，跟台中市变成一个隔绝的状态，所以当时我们为了让高铁能够带动台中市整体发展，能够有这带头作用，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准备要开发。可能当地嘅建行工厂原来未老全南休闲专区强强动入天中感觉嘅高铁地区，你也是转到其他嘅路数嘅老北公庙。沙區規劃師江慶柱同土壇嘅講，台灣嘅開發案同稍老年代嘅地貌做結合，差唔多都係規劃回體個重新起過，所有嘅地方文化未可能地方嘅開發冇得嚟。這個就是我常講台灣典型的產品式開發，所以我一直在呼籲，是不是設計規劃單位能夠盡量融入當地的空間地景，做比較融入式、比較寬容的規劃方式。第四代台嘅江慶柱認為，全南休閒專區老高鐵地區嘅開發，都係為了高鐵烏日站帶來嘅人潮老送機。全南休閒專區就當到珍貴嘅歷史老文化資產，開發嘅時節應該係同時顧到經濟老文化嘅發展。可能顛倒走的蟲草村冇強壯嘅送機。我認為，你沒有融入地貌的那個，只要砸錢就一定能夠營造出來。可是如果你結合當地的人文，尤其水堆特殊的開發史，或者正平莊很有特色的聚落發展、農村休閒，那個絕對是全國甚至全世界唯一的休閒專業區。歷史上的意義，它是漢人來台中開發的最早2個聚落裡面的一個聚落，而且這2個聚落裡面也只有剩下水堆這個聚落保持的最完整。台中市講要找這老樹才集中足少。個攏水果啊，安尼老酷酷啊。這環境攏一兩百年啊呢。這個個涼空氣個好，你要走去找。佢們希望隨代耆樂未來做得用傳統耆樂，也係文化燃氣嘅方式保留下來。冇印象係看到兩隻自家帶來貴姓人嘅厝所做按用人冇得咧。唔敢咯，多隻較好啦，多隻都較少路啦。安怎講啊？那都舊厝自家咩？做成那自家呢？這環境這只青，看到偌好咧，迄攏老酷酷啊，你有看？上好拿保持迄個吼，較好啦。隨代嘅居民大體都係鋼鐵人。就算透過一片長賣是2萬元嘅農地，離下去到10萬元咧。鋼鐵講咧50年嘅劉德全，還係總人機嘅天體，當日打赤腳到天空去做事。有法你就冇做啊，無法你都無法你啊。係啊，冇運動啦，做賺就冇運動啊，無賺錢啦，都冇做啦，就家己嘅賺啦。雖然唔像父權嘅材料安心安大眼，不過兩位係自家選種嘅家人，隨代人從頭為動詞同嘅維護種頭嘅強力，唔是人恨大家人拿起卡把就掃起來咧。冇垃圾都掃啊！有垃圾都掃。係啦。哦，有當時一工咪愛幾落擺吼。放風就出嚟流。運動嘅啦，係啊。家己這間啊，家己嘅工課啊，老伙仔就哪運動啊，冇掃咩，掃環境較清氣嘛，看着較好。就300年歷史嘅隨代耆樂，當時兩隻現代都市唯一嘅傳統客家種頭。雖然冇人曉講客話咧，不過隨代耆樂唔但見證了客家人開發台中嘅歷史，可能就很下多嘅客家故事等人按理去發現。為了發展商業利益，係每組一定愛犧牲地方嘅文化資產，值得好好來想一下。隨代耆樂雖然唔算係古蹟，有嘅只係一些唔大型嘅老屋嘅。
不过其确实系客家人开发台中嘅证明。韩国经过28嘅长久行通，当地嘅水稻居民也总算发现到自家嘅客家血统。这台中市政府本来对镇南休闲专区嘅规划，规则水稻饲料都会产特改起个现代化嘅态楼。经过地方人士、劳文史工作者嘅争取，市政府已经同意要重新考量为水稻饲料嘅保存留下一线生机。客家新闻杂志也会关心后续嘅发展。台北出这个作品转来就做自助船了，半续半年就冇做了，他就卖本，本呢你要当做5年的。做阿冇做自助船啊，没啊个，福高一定地啊，冇必10天的。这些就要5天。他就纯要西的地方就做的卖本面的。汤圆还是红圆？你要吃什么？这个红豆汤。红豆汤。对呀，爱加营养。红豆汤。红豆汤。嘿，人知道你做成你嘅一个新样很样嘅。新样我做落我自己甘水的当做的卖啊，冇唔卖啊。嗌唔甘水的我仲冇卖啊。而家可能講車人啊，車啊，車你見到賺片沙，冇片沙佢唔會車啊。銷售唔好賣。梗係唔敢賣。謝謝。這裡用外帶，這裡用。刨冰啊。红豆，然后黄鱼，加个牛奶，加牛奶好。哦，冇贴出来，底下。督小客家都會本人自負啦，連媽係講客人啊，對行業人講冇供養，撞都冇本人打。啲行業都一般都2、3個、3、4個啲嚟，做你就冇可能嘅，廠都本人打。我哋一出現咩講合法，你讀到行業都講合法冇爭，嗰條街咩點解啲行業啊？台湾嘅思乡都会海北中南东偏分别有一只重要嘅国际港口。一般来讲，大型嘅轮船接近港口，航途就开始变黑。韩国港口附近嘅暗潮较多，假使某一只苏氏港口嘅人来带，泰船入港当会出事。故所啲每一只国际港口都有所谓嘅引水员负责留大型嘅轮船安全嘅带入港。引水员要按照两港係一種高度專業又輕危險嘅投入，至少要做過3年嘅船長才有資格來做。全台灣以下總共也只有87艘嘅引水員，一般人對呢一隻投入做得講係相當生疏。今日節目最後嘅單元，記者車嘉玲、劉陳志南就帶人去高雄港，睇睇引水員帶泰船入港。結合經濟貿易，甚至係軍事作用嘅港口，唔但產象徵國力，還做啲提供觀光休閒嘅功能，增加在地居民出入嘅機會。喺全世界運輸量當中，海運就佔了90%以上。至於四面農協會嘅台灣，經濟發展最主要就係依賴國際貿易往來。好在要海運就負責兩個國90%以上嘅對外運輸。
係由於供橋就係國家命脈，安全嘅進出港就變做最重要嘅事情。所以國際統一識別制度嘅供橋兩公約，也就係銀聯公嘅應稅人，就扮演呢做唔得少嘅角色。兩公約嘅義務，全世界攏通用，就像係俾人哋申請公路嘅許可，順利提入港以前。當然就是要歸屬到供橋環境嘅應稅人來指導。大部分係提上嚟行前呢到供橋以前，因為各個勢力上嚟對於按呢批嘅公案可能冇按了解。有嘅時節兩個月就要出港體制費上作，用嚟是呢批。另外還有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就係前司主權。只要上嚟呢到我國嘅公案，我國就有權利應討自費。Good morning. Yeah, please advise your present position. My present position, 4.5 miles from Breakwater. Okay. Hello, on the way in China. 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进出的原料、出口的成品、转运，通通是靠海运。那么海运是要船进船出，那么船的停车位啊，跟岸上比岸上的停车位还要挤得多。我们饮水人担负的责任是确保，下雨、刮风、打雷、起雾，任何时候、任何节庆、正常平常的日，还有天候的情况下，我们都要保持它安全的进出。因為應稅人係屬於專業嘅工作，編制優秀，喺全台灣目前未只有87個人。同時，這群唔但搶按24點鐘來輪班，尚會做正式嘅兩公應稅人，自己還係幾困難呢？最少要有3年以上做送船船長嘅經驗，能有可能去參加國家應稅人嘅特考。冇10年以上紅會嘅經驗，就做唔得去考試嘅。應稅人嘅待遇未特別高，甚至係做國際海牙公約天呢。所以一整年差唔多係40到50萬台幣以上，唔過薪水萬多，承擔嘅風險當然出台。跳到太順利嘅樓台巷，但能太順利來一個，也嘅看起來幾簡單嘅電信工作。沙係應稅人，每日喺太海上最危險嘅衝控之一。只要是應稅艇能夠開去外面，再惡劣的天氣，我們也要出去，上船去銀行。那麼有時候下大雷雨啦，或者是大霧啦，或者是風浪相當的大這個小艇出去起伏很大的時候，你出去到外面，你登輪的時候都要是有它一定的危險性的。那這是個人生命安全的問題啦。當然，以往引水人這個在登輪的時候掉到海裡面死的已經好幾個。所以我們現在還是用繩梯在爬。那麼這種爬跟訓練就隨着天候、外界環境的不同，它程度有分難易。那這個時候一失手的時候，那這些風險跟東西全部要靠他自己去承擔這方面的。今年人聽能高雄公路嘅應稅人，前線嘅提比一下兩公任務。喺離開碼頭過後，歸路嘅1條條2萬噸嘅大貨輪，全部攏係經過應稅人自費入港，能做得順利嘅下貨。這供橋路尾嘅海面上，還有對世界各地來嘅貨輪，每天等應稅人出港送船嚟來指導。公會老年嘅景象。一些亞門數本公里，他要把船上的吃水、噸位、長度、載重、特殊裝置、超多儀器、機器種類這些東西，通通要告訴我。那我呢，要把等一下我們可能碰到的情況，左轉、右轉，怎麼轉彎，去靠哪一個碼頭，左邊靠、右邊靠，繩子等一下第一根帶什麼繩子，拖船怎麼帶，
我们要把这些消息那么通通告诉船长。利用无线电交通2点钟过后，引水员来到附近引头嘅泰船的时，利用对方并下来嘅索台，开始实际嘅进行一百2公嘅任务。OK， 好，好，这打烂掉，这线，open the chain，open the chain，对头，呀。点好。用过收落嘅天作送上呢，引水员唔敢讲啦，佢专业嘅开始进行任务。对爆料台行到甲板方，过来就係呢度金條，全部弄為只櫃天。嚟到一條屬於應付國家船隊嘅郵輪號，屯龍拜強調，引水員係設置嘅上面高用功嘅基本設施，同時了解郵輪本身嘅速度還有基礎，尤其係相關嘅資料，比如講碼頭嘅水有幾淺，還有風向，全部都愛詳細嘅交通。First we learn it with one, then take second one better. When you go better? Waste time. They can work too. Where's your spring position? Where's your spring position? Here. That lead. That lead. And forward. Forward is just the first one. Fine. 本身要做過上座，已經有紅會29年經驗嘅引水員鄧漢利，還有黃福賢。上船嘅過後，民意計劃還有民意嘅動作，弄我有幾天嘅專業長途。除係愛本對老輩來嘅上座放心安心之外，你做得對佢哋嘅表情看出來，佢哋真係係歸尊重引水員。等會我們6頻道好吧，6頻道。姚東巴6頻道，姚東巴。在进出港领航的过程中，这个工作因为是属于一般船上的船长，他不会去接触的一部分，他只是在海上把船带过来带过去，到了港口都交给引航员来领航，所以在这一部分专业的工作能力上，船长他做不到，那这一部分就是要依赖引水人的专业。Pilot is a live wire for a ship because we may be knowing coming from one port to another port in open area, open seas. But whereas coming to inside the port, they are the experts. They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 local people in their own language, or for the matter, they know very well about that local condition of the current, you can call it drift,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s, and inside the port movements and everything. And the pilot is a very lively wire, and they are very important to the ship owners and ship people. 跨文化的接触、沟通，因为我们带领的这个船舶每天进来，各个国家的人都有。那么这种不同的人之间，我们上去都是第一次上去。那么你要跟他做沟通的时候，你要了解他们的文化，那么要不然的话，文化因为沟通不良而导致的误会啊，直接间接都影响到这个公共的安全的问题。一個條例，一個動作，天數天順嘅嘅兩公船，船內引水員嘅指揮，天天內做輪安全嘅送到碼頭，順利嘅輪入港。一個看起來幾簡單嘅任務，就係全世界引水員感覺最傻皮嘅專業表現。謝謝90度最慢東巴。What he says? Go ahead or astern? Okay, go up क्या बोलता है? Okay, Rishi fall astern by 2 meter. 無論係氣船、遊船、貨櫃船，連入港嘅船呢，種類無共樣，涉水嘅段位全無相同。做得數到每一個船內嘅鐵線，天數地點入港，
一种按专业的工作，也难怪引水人补考嘅资格会按难嘅，因为佢哋一定要有体力专业的知识，还要了解机械嘅技术，要有几多年做船长航海嘅经验，那有可能本港口运转睇到最安全嘅境界。不过挑战太快已经关联嘅货轮船长，因为攀得几多6天，做起嘅引水人咯。船员生活讲起来，年轻的时候是多才多姿，当你年长一点，有家有眷的时候，你都是会思念这个家人的嘛。所以你出去外面工作的时候，多少是带了一份这个思乡的这种情绪在工作。我做船长这么多年，讲起来，引水人也是船长里面比较优秀的，当然你希望更上一层楼了，所以你就会想办法去考上引水人以后，转到这个引水人这个比较有高一层次的航海的这个行业里面。20年拢提红会冒险，最后还是都唔系亲情。另外几十年嘅日子，还有唔是长时间离开家乡，天贴嘅成分当然系最想念嘅部分。Yes, we are now 4 miles to the pilot station and slowing down. Over. 做船长最后还是上轨道卡，先在轨道岸上做一个引水人。虽然做唔得从后长时间挑战太快，不过成功嘅做航海人最高容易嘅职务，自己年纪嘅上爱靠岸嘅人平安嘅靠岸，也应该咩系比一个技师太快来落实嘅人，一生人最大嘅梦想。离开嘅大海，转到陆地上做一个引水人，唔是在个蛮难嘅走，系当到老船长退休之后嘅愿望。做得专心嘅劳务家人做盘，又做得发挥专业，疏忽港口嘅安全，也系一项成就。虽然引水人嘅薪水高到本人当新鲜，我看过人哋专题报道之后，唔应该做得了嘅，做乜嘅一个投入需要按高嘅薪水。一个做到当好嘅引水人，需要长时间嘅养成。工作嘅时节，因为冇等生命危险，老变化当中嘅天时和大海来变命，也就会因为佢哋嘅专业，将做的保障台湾4只国际港口顺顺利利，社会佢哋和正经係行唔通嘅。以上就係一個禮拜嘅客家新聞冊子，感謝大家嘅收看，也請下一個禮拜同一個時間繼續收看我哋節目。希望大家按時再見。